Hello，大家好，個半月啊冇喺 YouTube 見大家啊，咁我今年咧就係主力谷 Fresh 啊，咁所以就係咧YouTube 呢邊可能維持翻個零兩個月度啊，我真係有心得先至拍一次片咁嘅進度。咁今日想講幾樣嘢嘅，咁就係 update 翻美股大盤啦，講一講輝城半導體同埋晶片股啦。咁美股大盤絕對要 update 啦，咁就係即係4月打後呢一轉升浪，我相信係強過晒所有人嘅預測啊，係超強趨勢。今年美股大盤喺週期上咧係弱嘅，暫時開出嚟4月打後都升到咁樣，咁你諗下，咁今年年尾10月打後週期改善埋，咁出年會點樣咧？咁係相當之值得期待，唔好亂睇淡啊！唔好好似呢個 Michael Burry 咁樣啊，佢貼中咗3次股災入面嘅40次啊，Elon 都笑鳩佢啊！你見到咁樣即係如果你跟佢沽空嘅話，應該係輸到冚撚㗎。我自己大概係4月13日左右，我 mouse 指住呢個位，即係當時美伊談判反覆跌唔落嘅時候咧，咁咪覺得美股大盤有機會行 V 彈，咁所以我喺4月13日中午咧，就將 MPF 轉翻100% 美股啦，呢個 post 喺 Fresh 同埋係 Facebook。都係置咗頂啊！我年頭第一個交易咧，係將 MPF 轉咗做保守，咁跟住我見美股大盤疑似行 V 彈，係平手轉翻100% 美股，跟住股票倉咧喺第二日，亦即係4月14號跟進，呢個係我4月14號我摩斯指住呢個位咧，4月14號有個 time stamp 喺度啦。咁就寫咗啲交易筆記俾投資武林嘅會員，我話覺得似係行 V 彈，咁我有理冇理追翻一注 QQQ 先，跟住未來個幾月咧係分段推翻去重倉。咁呢幅圖咧，我4月16號嘅時候咧係掟埋上 Flash 同埋 Facebook 係公開講咗噶，咁我就話咧將對大盤嘅睇法修正為浪高於浪板牛板嘅1926年，我一陣再解釋。咁總之咧就係即係話4至5月係分段加啦。咁我而家股票倉嗰邊推翻去大概接近80倉左右。遲啲唔排除係入金。之後咧，今年餘下時間都係睇升，出年應該係大升嘅機會咧係更加大噶。好啦，咁我哋可以望翻呢個 S&P Year to Date 年初至今嘅日線圖嚟之前講過就話佢啲轉角時間咧就好跟1926年啦。咁4月打後咧趨勢係強於預測，咁我認為咧1926年都仍然有參考價值噶。不過咧你就要有心理準備，啲高低點咧都係高過預期噶，無論係高點定係低點咧都會比你想象中係高。咁我覺得咧5月下半月睇睇 S&P 會唔會有機會咧回翻2至3%，頂到盡2至3%，就對應嗰個路線圖嘅呢一段。我好似指住呢一個位，咁對應翻如果高位回2-3%，或者只係橫行諗下，等條20天線上翻嚟咁樣啦，跟住又繼續升，咁我相信咧，就係8月中至到10月中呢段時間，我好似指住呢段時間咧係要小心啲嘅。咁另外咧，1946年咧之前都話係可以作為一個後備嘅劇本啦。咁暫時我覺得1926年啲轉角時間似啲，咁如果開1946年嘅話咧，都係8月中至10月中，我 mouse 指住呢段時間係要小心啲。嗱，你唔好睇話1946年啦，好似6月係頂咁樣，佢行出嚟咧，而家個趨勢咁勁咧，就算係跟1946年嘅轉角時間咧，呢一段我 mouse 指住呢一段咧，實際開出嚟可以係浪高於浪㗎吓。至於你話8月中至10月中會唔會跌幾多咁，其實我覺得可以係到時再睇啊。咁而家最緊要係確認咗 Quarter Two 冇機會係大回。即係我覺得你 Quarter One 先大回完，Quarter Two 又即刻大回，唔合理啊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即係我睇 Quarter Two 咧都係升嘅機會大，即係頂到盡咧，可能 S&P 係高低位回2-3% 左右。8月中至10月中咧，我相信就算周線級別回調咧，應該都唔會跌到係美伊戰爭呢一轉。摩斯指住呢一段係咁多咁可能只係高低位回5-8% 左右嘅啫。咁所以喺大盤即係而家係明顯個趨勢睇牛嘅情況之下咧，全年係睇升嘅情況之下咧，咁選股同埋板塊就變得緊要啦。AI 基建係升到癲啦，一陣會講嘅晶片啦，光通訊有兩隻 number 大家可以寫低嘅，我覺得 CIEN 同埋 LITE 同埋 Light 咧係最好嘅。咁供電板塊有隻小股王叫 BE 啦，又係大波怪嚟噶，呢隻又升得唔錯啦。咁跟住仲有散熱啦，仲有另一個商品板塊係啱啱破頂，同 AI 基建有關嘅話咧，我相信呢啲係有排升啊。另一個板塊咧係太空，太空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即係主要係炒 SpaceX 上市啦。
嗱，太空股咧，即係我喺投資武林咧，咁就係有玩呢隻 UFO 係 ETF 嚟嘅。你見佢最近咧隨住 RKLB Rocket Lab 業績靚仔之後咧，RKLB 破咗頂啦，咁 UFO 咧都係跟上，係啱啱破咗頂啊！呢個係日線圖嚟嘅。電池小股王 BE 嗱，呢一隻咧，我舊年其實8、9月咧開始喺投資武林嘅交易筆記咧都有提過幾次，但當時我就嫌佢係太過大波啊！你見係跌接近50%，跌35%咁樣，咁我覺得自己錯唔到，咁就係冇玩到。咁我見佢而家最近開始市值變大，開始變得細波咧，咁最近係嘗試係小注買入咗嘅，之後會嘗試睇位再加。好，跟住係講下晶片，晶片一定要講啦，係嘛？即係我相信都係未來年幾嘅主線嚟嘅，即係由過去幾年炒達哥 GPU 之後炒到存儲啦，咁即係 MUSNDK 同埋韓國仔嗰兩隻 SK 海力士同埋Samsung，由周期股炒到變成長股升幾廿倍咁樣，跟住再炒埋 CPU，連之前長期被視為垃圾股嘅Intel 都升穿千禧年世紀大頂。未來年幾嘅行情，我相信係可以對標，貓史指住呢一段1998年10月打後去到千禧年世紀大頂呢一段。我哋見到咧，即係由晶片股同埋納100咧，由今年4月開始係啱啱變速，即係4月至今嘅升幅係有7成啊。咁但係我一陣會 show 俾你睇咧，就係98年尾去到千禧年呢一轉升咗幾多，嚇死你，我話俾你知。好啦，咁睇完費城半導體指數嘅月線圖對數黑度之後咧，咁睇埋呢幅 Intel 嘅月線圖都係對數黑度嚟嘅。咁我哋見到呢千禧年呢個世紀大頂咧，維持咗超過25年啦。最近就一飛沖天咧，係一舉升穿咗千禧年大頂。雖然咧月線本月係未收盤啦，咁但係我相信咧千禧年嗰個頂咧係啱啱升穿咗，啱啱先破頂，咁之後咧我相信係絕對係升到你唔信嘅又係。呢個 Michael Burry 咧，日撚日就喺度屌呢個費城半導體同埋達哥係泡沫，咁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喺美伊戰爭今年3月尾4月頭見底嘅時候，半導體嘅 forward PE 係幾多咧？呢個係成個半導體板塊嘅預測 PE，截至4月23號咧係21都未夠，係低過 S&P 嘅平均市盈率嘅，咁而家應該高咗少少啦。咁但係咧，我相信離泡沫係仲有一段距離。咩叫泡沫咧？當年千禧年世紀大頂嘅時候 ，Cisco C4 咧咁係炒到預測 PE 咧係超過100嘅。咁喺美伊戰爭底，今年3月尾4月頭嘅時候咧，達哥嘅預測 PE 講緊係得20幾，係低過石油股。你同我講泡沫，咁我哋唯有祝呢個 Michael Burry 係好運啦。咁究竟佢係能夠複製2008年沽空嘅大勝定係輸到爆廠咧？咁我哋即係未來係拭目以待。好啦，咁我頭先就講到話咧，費城半導體指數晶片股有機會係複製98年尾去到2000年3月呢一轉，我冇事指住呢一轉世紀大浪啊嘛。呢一幅係月線圖對數黑度啦，咁我哋不如轉翻日線圖睇下當年升咗幾多啊？咁我就 cap 咗當年嘅世紀牛三嘅日線圖出嚟咧。當年費半導體淨係計牛三1998年嘅變速之後去到高位嗰段咧，係升咗接近7.5倍。我重複一次，係成個晶片板塊嘅指數升咗7.5倍。咁期間都試過2次日線 RSI 咧係達到80噶。咁但係你見佢之後嗰啲調整幅度咧係冇你想象中咁高啊。我 mark 低咗佢之後每次日線級別嘅調整幅度咧，咁就係個均值大概係略低於15% 左右。最細嗰一次咧就係跌11.4%，最多嗰一次咧就係跌17.6%。咁 average 翻咧就大概係跌接近15% 左右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認為咧，即係大家想上車晶片股嘅朋友咧，都可以參考。即係跌多過10% 之後咧，我覺得已經係要買噶啦。等日線 RSI 咧跌翻落50幾呢啲位咁樣啦，咁我覺得係可以重注嘅。咁今日就好開心，係用10分鐘同大家跟進咗美股大盤，同埋係幾個係 AI 基建相關以及係太空等等嘅強勢板塊啦。本來係想講埋大餅咁但係好坦白講啦，我認為 Crypto 今年餘下時間咧係應該冇大行情啦。炒幣嘅話，坦白講，淨係輸機會成本都輸 Q 死你。所以咧時間關係咧，我就係諗住大餅咧，就係可能幾個禮拜、個零兩個月後咧，先至係再拍片跟進。我自己琴日再啱啱喺幣倉出咗金添，準備射落股票倉。
咁所以咧就係即係 crypto 咧有緣先再做，未來幾個月係打算係 focus 咗美股先噶。好啦，咁啊個零兩個月之後再拍片見大家，多謝晒。